在地消息，咱来看新竹的五味湖，布袋莲是生态甲真罕古，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态甲当地观光。县政府找农田水利署，阁有观光局来参详，希望会当想出解决的方法。坐在船顶看过去，湖面的布袋莲拖甲真严重。新竹县五味湖又搁号做大埔水库，主要是提供当地农业灌溉。即马布袋莲占去大片湖面，县府赶紧找相关单位来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来协调，把它堆置之后再把它运走。我想对布袋莲的处理，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急需做的。在2个月之后啦，就是他们用地解决之后，我们民德水库站长那个计划提出来，大概量有多少，我们就马上会进行。为了发展当地观光，目前已经完成五味湖部分的步道工程，按照明年底进前会使完成规个宽湖步道。把这个峨眉湖当成乡志会潭来建一个环湖步道哈。那我们一共分4年有4期哈，大概投入2亿元，要来建立一个小回圈，大概2.5公里哈，将在明年底完成。另外，停车场甲便所无够用，未来会透过方式协调私人土地，变更做停车场参便所，做为促进五味湖观光发展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